2026年6月25日正式推出 iOS 27正式版。大家可以升級更新啦。風先生話6月25號開始推出正式版。小朋友可以帶人一家玩啊。現在2026年6月25號就嚟推出正式版，我好驚小朋友無聊。多謝合作。重複一次，2026年6月25日推出 iOS 27正式版。睇多60秒。30秒，最後10秒。3、2、1、0。2026年6月25日起推出 iOS 27正式版，因為有 Apple AI。好。生成中。AI 生成中。AI 生成中。生成好啦。生成中。生成中。生成結束。大家蘋果公司的人留意，英文講 The 2026 25 TH6 and the Go iOS 27 these days. Thank you.